第19日，低配版嘅五餅二魚。細個嘅時候睇漫畫同埋電視劇，總會對某啲嘅橋段有一種似曾相識嘅感覺。睇到呢啲橋段，心裏邊就會嘆到：又係呢條橋。熟悉嘅場景，熟悉嘅參與者，熟悉嘅過程，喺馬可嘅福音書裏邊同樣出現。曾經喺第6章出現餵飽5000人嘅神蹟，而家只係餵飽4000人。難怪有學者認為今日嘅經文係 mini 版嘅五餅二魚。喺聖經有限嘅篇幅裏邊，到底重複嘅技術係唔係無謂呢？又係唔係喺度嘥位呢？今日讓我哋打開餵飽群眾嘅神蹟，馬可福音8章1節。那些日子，又有一大群人聚集，他們會有什麼東西吃？耶穌叫門徒來，對他們說：我憐憫這一群人，因為他們和我在一起已經有3天，沒有什麼吃的了。如果我叫他們散開，餓着肚子回家去，他們會在路上暈倒，因為有人是從很遠的地方來的。門徒回答：在這曠野地方，從哪裡能找食物叫這些人吃飽呢？他問他們：你們有多少餅？他們說：7個。耶穌吩咐群眾坐在地上，拿起那7個餅，祝謝了，擘開遞給門徒，叫他們擺開。耶穌就擺在眾人面前。他們還有幾條小魚，耶穌祝了福，就吩咐把這些也擺開。眾人都吃了，並吃飽了。他們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，裝滿了7個大籃子。當時人數約有4000。耶穌解散了群眾，就立刻和門徒上了船，嚟到大馬路他地區。第一次餵飽5000人嘅場景發生喺曠野，係門徒外出報到返嚟，啱啱準備要退去曠野歇息嘅時候，嗰班群眾裏邊多數係猶太人。第二次呢，就係有住推羅同埋西拉呢2個外邦城市背景嘅曠野。值得我哋留意嘅係，除咗餵飽嘅人數唔一樣，耶穌群體所擁有嘅物資數量唔一樣之外，2次餵食神蹟剩低嘅餅同埋魚嘅碎屑都有唔一樣，唔單止係數量，兩者就連用嚟裝起佢哋嘅器皿都唔一樣。喺第6章餵飽5000人，剩低嘅係12個籃。呢度餵飽4000人，剩低嘅卻係7個筐子。新譯本用嘅係籃同埋大籃，
係好難睇出呢個差異。當然，從容器嘅大細嚟睇，確實坤子就係大啲嘅籃，而裏邊其實仲有文化嘅差異。籃其實係猶太人常用嚟攜帶食物同埋貨物嘅容器，而筐亦即係大籃係外邦人常常用嚟裝載貨物嘅容器。藉住7個筐嘅暗示，耶穌正係要門徒明白福音將要臨到外邦人嘅身上，更新佢哋作為猶太人對外邦人屬於不潔之民嘅理解。至於點解係7個籃，唔係4個，唔係5個，偏偏係7個大籃。7當然有所有嘅意思，7個教會，就木書信。但係你記唔記得舊約裏邊5經提到嘅迦南7族？當時嘅 Decapolis 底加波利地區，正正有呢7個族嘅後代。昔日猶太人講出嘅7個族，而家卻係被招聚進耶穌群體裏邊嘅兒女。關鍵原來唔在於對方原先係喺邊個圈裏邊，關鍵係喺耶穌嘅眼中。耶穌話：我憐憫呢一班人。耶穌基督嘅愛同埋恩典，要超越種族嘅圈子，要打破文化嘅高牆。親愛嘅弟兄姊妹，你呢？你又為自己畫咗點樣嘅一個圈？睇返歷史，昔日正正係有一位又一位嘅宣教士走出自己嘅圈，將福音帶到香港呢一個彈丸之地，帶到你我嘅心間。12個籃固然重要，但係唔好忘記7個筐子。耶穌基督係生命嘅糧，我盼望每一位真誠尋求佢嘅你，都能夠喺基督裏邊得到飽足。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主耶穌，多謝你，你係顧念人飢餓同埋軟弱嘅神。求你打開我嘅心，讓我從呢2次餵飽嘅神蹟裏邊，見到你對世人嘅愛同埋信實，幫助我將生命中有嘅餅同埋魚都交喺你嘅手中，成為別人嘅祝福，將圈外嘅人帶回到你嘅羊圈裏邊。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
祝福你，聽日讓我哋繼續喺馬可福音裏邊與主相遇。